抢男人！啊！姐姐，少废话！干什么呢？来的正好，快帮我看看哪个耳环配我啊？哪个好看？我看看啊。姐姐这么美，戴哪个都好看。哟，今天是吃了蜂蜜了吧？嘴巴那么甜。我是开心啊，一直以来都是你我2个人生活在这个古墓里，现在多了一个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青青啊，你都知道啦？那你快跟我说说，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他很浪漫，而且心思也很细腻，他的声音也很好听呢。青青啊，姐姐希望你能幸福，也能早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。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了。找到了？虽然我出道晚，年纪也小，但是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就找到我的真命天子，而且我们都已经立下婚约了。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就是孙悟空啊！说什么？白晶晶，枉我真心把你当姐妹，竟然敢跟我抢男人！啊！姐姐，少废话！姐姐，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别叫我姐姐，你不配做我妹妹。姐姐，你们慢慢打，我先走了。空空，你快帮我跟姐姐解释，快点啊！还解释什么？闪灯！哎，等等我！这又是何苦呢？大家都是朋友，你们这样让我感觉你们一直在监视我一样，我很不舒服。何止是监视你呀，我是监视你们所有人。哎，为什么我们要被监视啊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这样子很挫。就是，我一堂堂的帮主，威严何在？我觉得吧，还是先把我放了吧。你们这群草莽野夫，看到女人都走不动路。不过呢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美若天仙的妹妹来了。为了她的安全，我得把你们全部监视起来，不然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妹妹呢？其实吧，我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倒不如让我亲自。就不劳烦姐姐费心了。我们来到斧头帮就是客人，已经很麻烦各位兄弟们了。既然我们要在这里久留，兄弟们还是自在些比较好。以后就劳烦各位照顾了。晶晶姑娘说的太有道理了，
晶晶姑娘说怎么做，那咱们就做。谢谢帮主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太好看了，但是我没想到晶晶姑娘的口味这么重，看来凡人是无法入你的眼了。我也没想到斧头帮跟我挺有缘分的嘛。在下就是斧头帮的精髓啊！我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多久。看什么看？说瞎你啊！哎，老张家，她们俩是姐妹，怎么觉得她们在较劲呢？这还用说？这两个女人分明就是貌合神离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像她一样中了迷魂剂。我想送晶晶姑娘一台骨头窖，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些骨头够不够。来人了！大人，大人饶命！饶命！大人，大人饶命！我们只是路过，大人，我们只是路过此地，大人饶命！大人，我说你们几个等什么呢？啊，给我拖呀！来，两位仁兄，请坐啊！真的是太对不起，让你们受惊了。这个肘子呢，你们尝尝，压压惊啊！谢谢大人饶命，谢大人饶命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就在这坐着给我吃，吃完了骨头给我留下来。啊，是。如果这装备不想要啊，偏偏又要是不要。晶晶姑娘，我来也。笑得如此好看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我呀！只可惜晶晶姑娘只关心这五岳山的那些游客们。瞧你说的。不过今天都有什么人上山呀？有没有遇到脚底板有3颗痣的人？那倒没有，但是呢，我找到了很多晶晶姑娘喜欢的骨头。骨头？哎呀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骨头超级可爱啊？特别的可爱。我看到晶晶姑娘这么的喜欢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但是你也不要太辛苦了，你给我的已经够多了。如果你要再能给我找到脚底板有3颗痣的人，我就会更喜欢你了。那没问题。但是如果晶晶姑娘你……就这个了，我收下了。
明天还是在这里，我等你哦。连你敷衍我的样子，都是如此的可爱啊！我靠，不是吧？说吧，你都跟那个小贱人说了些什么？小贱人？谁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认识。少跟我装蒜！那小贱人都问了你什么？你告诉我白晶晶喜欢什么，我就把我知道的呢都告诉你。还不快说呀！你少跟我谈条件，没有资格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跟那个小贱人说什么，就得跟我说什么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说，有没有找到脚底有3颗痣的人？没有。你给我听好了啊！你想讨我妹妹欢心啊？你这一身毛不行啊！她不喜欢有毛的，她喜欢光滑洁白的，懂吗？懂了。你呢，去讨我妹妹欢心，然后你去问她，为什么要找脚底有3颗痣的人？你问问她，来到这儿还有什么别的目的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她呢，叫我一声姐姐，你想让她喜欢你啊，就得先过我这一关，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了，姐姐。姐姐也是你叫的。